来继续来看这个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调查委员蒋家彬今仔日备案，互司法院甲法务部针对着号召民众就街头抗议来做专案报告，结果互那边立委批评讲，是咧针对民众党所举办的订购机的活动。民众党的代理主席黄国昌质询的时阵，就一直呛讲，伊就是举办活动的带头，欢迎法务部来甲办。订购机的对象是谁啊？就是赖清德啊，号召的人就是我，欢迎法务部啊。开始对我侦办。大方承认家己就是11号订购机的号令者黄国昌，不满民进党调委蒋家彬该今仔日司委会议程，要求司法院法务部针对民众党抗议司法游行做专案报告。宪法保障的权利，我们都的行为都尊重。调查地明显强调尊重集会权利，不过民众党党团总调黄国昌。什么叫真正的刑事犯罪行为？来看一下，持有押解毁损公物，这现行犯啊，这才是犯罪行为啊！办了没有？来，请教部长。部长，请回答。黄国昌提蒋家彬伫咧立院也加赠毁损公物的相片，爱递明显来评理。搁再届甲主席台的蒋家彬对立，逼伊敢来当家己跳落来讲话。专报没有订购机这些字样，原定是有律师法跟税审法，司法院有做了一些表达，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放进税审法。不但重新无针对性摆案，不过蒋家彬的讲法，那被立委拢无接受，嘛互立院一透早火气就真大。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